姜黄啊，姜黄啊，姜黄可以治肝病啊。姜黄哦，这么好啊！姜黄那个根茎磨成粉，有用来改善肝病的肝病，有这种功效吗？就查那个中医，查中医药。哦，姜黄，药用植物。还以为是包粽子那个叶子包粽子就是像这样，不过没有这么大片，那叫月桃维特哈的包装，但是叶子没有这么大片。哦，这是姜黄，跟姜当然是很像。这姜黄那个根茎是里面的肉是黄色的，姜黄要用植物很有价值的姜黄。哦，原来这是姜黄，用行色 APP 软体程式辨识，很快就知道结果了。跟那个混属分级很容易搞混哦。混属分级也是类似这种颜色的叶子啊，是这样一片长的。那这个不是混属，不是分级啊。混属的那个根茎啊，里面的颜色是白色的，姜黄的根茎里面的颜色是黄色的。